是真也是假。不管风雨怎样地吹，阮犹原甘亲切。梦中经人的话，虽然只有几句话，鼓舞阮暖在心底，真想要来用心交陪。梦中的情话，若是真不是假。虽然人拢讲艺界的路无介好行，有一个少年家，伊参加歌唱比赛，伊模仿艺人，伊搁写歌作词。头一期发表的作品，就是江蕙主唱迄条《梦中的情话》。大大轰动，时行到这当阵，是讲到落尾，伊嘛伫艺界继续打拼，继续奋斗。真佳哉，现此时已经有真侪家己演唱的代表作。名歌手杨哲，今日要来甲咱开讲，以音乐的过程创造的人生。是讲，我嘛要先来邀请，甲杨哲对唱两个一对手。查某歌手谭诗玲，大声来讲起因乡人交陪往来经过。伊的声是足幼弱的呢，甲伊的外形、甲伊的体格完全是对比，所以我有被他的歌声吓到。我就觉得说，哇，你这么大一个个子，哇，遮尔啊大张啊，咧挽酸啊安尼吼，遮粗勇着安尼，啊声呢会遮尔啊幼，行云流水迄种感觉，唱起来安尼足柔的、足温柔的安尼。伊互我感觉伊咧唱歌就是吼，你看伊敢若无咱无呢安尼，其实伊是拢有咧出力，但是伊的迄个力道吼是用撒出去的，伊毋是像咱安尼安尼一口气就甲。飘出去，伊是拢慢慢啊撒，慢慢啊撒，慢慢啊撒出去的迄个力道，所以迄个声会感觉讲，袂讲红，感觉讲，就是很震撼，但是你却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迄个柔度甲迄个力道啦。士林爹伫遮呢，要先甲你讲吼。祝恁全家合家平安！我知影恁两个小朋友有够古锥的啦，啊，搁有逐工看你的直播，你伫卖物件呢，你嘛拜托迄脑爱小顾一下呢。你的天公伯也好，你哈尔啊水的声音，你唔好甲用害去哦。好啦，伫遮吼，也是要甲你恭喜啦，希望讲咱有机会会当搁再合作。有一天，我袂记你我的名，麻烦你着详细讲予我听，讲咱的故事，一生的风雨，反噬我会想起咱的所有。若是有一天，你袂认得我的人，请你唔通记绝我的等。我的心坎有小小的温暖，曾经陪你寒冬每一暗。岁月年生白头鬃。牵手行到袂振动，是咱双人一生的愿望。总有一天，身边会咸一人，唔通袂记你咱来生再来看。
天，我袂记你我的名，麻烦你着详细讲予我听，讲咱的故事，一生的风雨，反噬我的心去咱的所有。若是有一天，你袂认得我的人，请你唔通遗绝我的咱。我的胸坎有小小的温暖，曾经陪你寒冬每一暗。岁月年轻白头鬃，牵手行到袂振动，是咱双人一生的愿望。总有一天，身边的咸一人，唔通袂记你咱来生再来敲。岁月年轻白头鬃，牵手行到袂振动，是咱双人一生的愿望。总有一天，身边的咸一人，唔通袂记你咱来生再来敲。台语歌坛拍拼坚持少年的歌手，你无啥知，也是名作词家杨哲，大哥欢迎。嗨，国庆你好，所有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哲，今仔真欢喜来上咱的国珍的节目吼，会当讲是期盼足久啊。啊，你用心计较，无前无后拢去试，无后写歌一条就迄度啊，梦中的情话。拄啊开始咧奋斗过程当中，无知名度真悬的时阵，可能唱片公司唔捌你也没有能见度，啊，所以讲我就想讲，啊无尝试讲家己写一寡歌，然后可能来录几首啊歌，吼，若是无人甲我合作的话，至少我是想讲迄当阵先家己发表，然后算讲迄当阵我有去观摩啦，吼，咱的七龙兄詹雅文老师，吼，包括着过去属在本土的唐飞，因拢捌做过一寡迄个蔡奇亚的一寡即个亚奇亚签唱会，吼，甚至去庙口，我就学因的即个骹步，啊，然后真正去录唱片，第一个骹步先对亚奇亚先行。已经穿好要拼的对啊。第一个专辑是超伫我28岁，吼，啊，我伫咧比赛到真正出片的第一张专辑，已经将近要8档以上的时间，所以其实嘛是说我心内会淡薄急啦，吼，啊尾也则讲，吼，厝内面我的哥哥，吼，黄玉俊，就是甲我做伙写即个梦中的情话，我的亲大兄，伊嘛甲我鼓励讲，啊无安尼咱家己吼，过去以唱歌听过足侪一寡作品的经验，吼啊来写歌吼，看会当互家己。其实一方面就是讲，是毋是会当哦，伫这个经费方面嘛会当较节省安尼啦，吼啊结果就误打误撞写一寡歌，但是一开始是无顺利的，啊结果开了120万。我迄当阵我印象我是超有60万的现金，结果我搁负债贷超60几万。然后我就一路安尼为着要还伊这个钱，我就是甲迄个全部的积蓄吼，拢互伊了，啊无够，我等于甲厝内面我的爸爸妈妈讲，我讲啊我欠人钱爱互人，我就是去甲阮爸爸借山啊，搁借货车，去到菜市仔大路口去卖山啊，暗时啊搁去高雄的红包场唱歌赚红包安尼，但是我讲的讲哦，戆啊唱吼，总是
哦，迄个天公会疼憨人。我大概印象，我差不多唱3个外月，无到4个月，我就把我的60几万全部拢还掉啊。不过还掉你底片也无发啊。因为我听起来整个都是雾嘛，吼雾啊，眯起来无够清澈，啊边腔嘛无够理想，所以我甘愿讲啊，整个规个拢种哦了掉去，我嘛无要讲啊，执意要甲发现，为着要趁钱，也是安尼一定要出咱的作品出来，啊，所以我就了掉。啊，因为迄当中我嘛已经无能力通啊，家己搁制作啊嘛，因为了出侪钱啊。到尾啊，阵甲这首我寄几啊间公司，第一摆是由着咱的罗时峰大哥，因的公司，吼，就是有迄个意愿啊，我的朋友在风声讲，你这首我敢若是大牛哥有公司有想要这首我来唱，啊，结果阮就好等啊等，我结果煞无消息。第二摆佫听到风声是孙淑妹要唱，孙淑妹要唱，结果佫忙佫等，嘛是佫无消息啦。结果第三摆是听到讲江蕙姐要唱，安尼换咱唔信啊。我迄当中我根本就无想要信，因为一路来一开始就是大牛哥来个孙淑妹，来了佫听到二姐江蕙要唱，我其实根本没有抱着很大的希望。结果过无一两天的时阵，我听到风声了，过一两天真的来电话了，伊讲啊，你是不是那个梦中的情话写词的创作人安尼啦？我讲对，这首歌是我写的，无唔对吼。这首歌有想要甲恁这个签约要甲恁购买，要来互咱的江蕙姐来唱安尼。哇！迄当中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其实当下。我好像在做梦一样，都袂想干到底这是不是诈骗的？这首歌是原本是独唱，是我家己独唱的歌。到尾啊，伊讲我们要改成男女对唱。而且伊甲我讲3天内足急的，3天内一定爱把这首歌变成是男女对唱的歌呢。结果我当中甲我的亲大兄，阮就讲这拢已经。形成一首歌，定型啊，要安怎佫变成男女对唱的歌？到尾啊，阮两个讨论之下，讲无安尼 A1 再一个 A2，我查甫的部分，佫来写一个查某段的部分来有对话的感觉啊。佫补歌词，佫补歌词，所以才会当有阿杜唱迄段是我原来的歌词，然后就跳迄个副歌啊。结果阮即马到尾啊，因为是。要做成男女对唱，我都啊填一段江蕙姐唱的迄个部位安尼。结果无2、3个月，这条歌就大街小巷，是一直流传到这当阵。无唔对，迄当阵拄啊好，迄个录完了后，互阮一个消息讲，这首歌要伫个咱的友台民视8点档要拍这个主打歌。哇，整个那个时候真的是，虽然唱片无成，开100几万啦。感觉就冤枉，但是因祸得福啦。唔是干那讲写歌迄度你就满意安尼，你也搁坚持要唱歌，搁坚持要行路前。坦白讲，写歌我是算半路出家啦，因为我们不是学这个算讲正规的音乐起来，是爱唱歌，兴趣唱歌，了后再来研究写歌。所以讲我的最终的目的，甲我的愿望。嘛是希望会当做一个歌手，所以讲我就挑战歌唱比赛，了搁去做模仿秀的比赛，了较搁正式，互人先熟悉我了，才搁跳为正式的歌手安尼。真正一路行过来，坎坎坷坷。而且我有甲一个朋友开玩笑，伫你还未红进前，我伫40岁左右上节目，人还搁称呼我是新人。所以讲你在还没正式，有一些小成绩出来了后的进前，其实都还是新人。
水无色袂看透，也无轻轻打伞。时间随着海水流，一步情小带走。谁的名字刻在老树头，就怎两人爱甲老？褪色也有通，红妆的城楼，往事无声在天口。有情人的爱情苦恼，希望牵手到白头。恋爱无学校，无啥人较敖，情是中恋上歹头。无奈何，环境阻扰，拆破情花痴心老。失落的旧情，淡水风云后，梦中高长情声走。轻轻打伞，时间随着海水流，一步情小带走。谁的名字刻在老树头，就怎两人爱甲老？褪色老窗，红砖的城楼，往事无声在天口。情人的爱情苦恼，希望牵手到白头。恋爱无学校，无啥人较敖，情是中恋上歹头。无奈何，环境阻扰，拆破情花痴心老。失落的旧情，淡水风云后，梦中高长情声走。有情人的爱情苦恼，希望牵手到白头。恋爱无学校，无啥人较敖，情是中恋上歹头。无奈何，环境阻扰，拆破情花痴心老。失落的旧情，淡水风云后，梦中高长情声走。到甲40岁，人还阁称呼伊新人。现主时谈遮讲轻松自在，毋过幕后迄个坎坷，我相信一点一滴留点心肝内。哪会安尼遮尔用心？哪会安尼遮尔坚持？讲我一定要行无情。我若谈幕后3-2条我挂互江辉唱，若阁有1-2摆即个机会嘛袂歹呢。啊，你哪会遮遐会享受扑个声是无？其实我感觉讲，伫即个唱歌一寡即个歌唱比赛即也好，吼歌手也好啦。坦白说，大家拢真的很喜欢在舞台上那种感觉。有当时啊，坦白讲，我会沉浸在我自己的歌声里面。尤其是我那半暝的时阵，在听我家己的歌的时阵吼，我会疯狂式的一直听，然后对着我的这个放出来歌声，我会对伊唱，我会跟着他唱。然后深入去投入这首歌的感觉。
咱也无在了感动，家己要哪感动别人？对，你讲的一句话，咱讲坦白的，是。总是有一天，不定讲着甲咱会当徛伫舞台顶的时阵，绝对毋是为着内卡，是。毋是讲为着讲去哩偌济，毋是啦。对干那迄个扑克声就价值啦。其实我还未唱歌进前，厝内面就咧做生意啊。所以讲一直以来，阮爸爸因是一开始无鼓励阮去唱歌，伊就是讲，你册若读无介理想，你着等来厝里教我学做生意。所以讲我伫10几岁，我印象我14岁，阮爸爸因过去的老思想，伊就是认为讲，囡仔毋读册，无安尼就家带来去做事啦。所以讲我当阵，我甲阮哥哥两个。我哥哥比较会念书，伊较爱读册，我就比较袂爱读册，所以讲我伫14岁的时阵，我就开始跟随阮老爸去咧做山影，所以讲做到尾啊坦白讲，我对山影伫咧管顾的这个领域内面，是因为我后壁几年开始走向艺界，毋过我伫咧看山影伊的成长，一粒山影伊的色度有色无色。好食无好食，果肉会当熟成甲几分熟，拢总脱袂过我的目睭。所以讲到尾啊，我就开始哪唱歌，哪研究山影，嘛咧做山影的生意。到尾啊，人才称呼讲我是这个芒果王子。有诶足侪甲我讲足可惜，为什么你若无爱认真唱歌？干那唱歌就好啊。我讲坦白说，各位大哥大姐，我知影恁对我的支持甲这个鼓励。但是，社会变迁无法度，因为至目前，干那我头拄所讲的这整个的种种减调、演出减调收入，只能就是像公务人员一个月互你赚一个较好，无10几万，可能就真好啊。若毋是小可有一寡生理的因素来小经济来讲，我早就离开那个歌手的这个领域了。山影有请你吼，不过山影原来5里5足忝，你捌因为开山影的这个冰店，对，讲了几多千万？差不多要我2000有啦，因为我是爸爸迄当阵，我甲爸爸要求讲，我若唱歌，如果若是有一天讲年岁较有歌已经无受欢迎的时阵，至少咱的知名度有一定的程度的话啦。就会当加减做一寡小生意，互咱的后半辈子会当算讲趁一个所费嘛好，会当甲咱的后半世人至少毋免搁借钱去过日子，趁一个小这个路边生意，所以讲阮爸爸就伫路边甲我买一块农地，我就去搭一个这个算讲小型的这个铁厝啦，但是愈搭。感觉无够用，搁增建，搭到尾搭差不多店面就搭到要100-200平，搁有这个仓库，总共开头要我2000万。是因为急性，因为大心肝是无？可能也是有学着阮爸爸要做较大生意的这种心态啦。因为我过去爸爸甲阮讲的讲，你若要做生意，所在若无够大，有当时一块道、2块道的人来，你就甜啊！你空有知名度，人全部人要带来甲你，要来甲你，算捧场嘛好。若游览车来，你无位通用坐，所以迄当阵我就想讲，安尼应该爱用较济道的。公道啊！结果我所有的道声安尼全部用到要40块道，会当坐到要，应该若一个有一块道有4个人，一届入来2-3台游览车无问题啊。但是。就是因为大，所以你疏于管理。有山影时阵，曾经一天，干那山影边捌卖7-8万块，真好啊！一个月有当时捌做到要算100万的，但是到无山影时阵，一个月无到10万块。所以讲到尾一寡人员的方面，咱支撑袂落啊。就因为我阁有迄当阵为着要起这个设备，我有贷款，然后阁有甲民间的朋友。有那无够个贷，所以伫这利息甲本金整个这个压力之下，我
你当撑不太下去啊。那民间的朋友就三不顶啊，咱讲坦白的咧。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跟爸爸有一段时间嘛是闹得不愉快。安尼哦。嘿，因为爸爸认为讲，因足辛苦规世人的几十年，结果我去做生意就了1-2千万伫遐，所以讲因会感觉讲，哦，一点一滴轻轻欠欠起来，互我安尼无1-2年，我就共了掉去啊。哦，包括连迄个兄弟姐妹。嘛是有一度对咱拢讲啊，紧的无谅解，所以讲整个路安尼行落来非常辛苦，到尾也甲听爸爸的话，爸爸讲啊无安尼你甲即块地，甲伊卖掉，甲你的负债处理好清去，好好啊认真去唱歌，互你伫即个唱歌的路上有足侪人期待你，莫互即个人来失望安尼。所以我迄当阵我就断然听爸爸的话，先甲这土地部分卖掉，把负债处理好清气。迄阵过程坦白讲，一定足辛苦，足辛苦，甚至流言蜚语啊。因为我当阵我要足辛苦的时阵，我曾经捌去过对岸福建，去遐寻求看有表演的机会无。然后我才去遐。有这个缘分熟悉我即摆的太太，嘛有足侪人只看表面，足侪人讲哇杨哲经济要倒去啊，伊去大陆娶到一个什么好野人的查某囝，回来了后负债拢清啊，即摆愈来愈迄个敢若生活过了真好，就是这个太太摕钱来资助。坦白讲，这个我还没有在电视上说过当然，既然有人安尼传，我嘛是就用这个机会甲大家说明，就是我老婆嫁给我，其实完全无摕到任何的好处，但是我的太太足辛苦，伫个我经济不好的时候，伊曾经拄啊好做几摊生意赚了大概30万人民币，伊总甲这30万摕去买一台车，伊讲。老公，你若伫阮的即个福建地区在甲人盘烂的时阵，爱有人爱有即个头面，所以讲你出门爱买好车，才袂去互看轻。所以讲就因为安尼了后，我就对阮即仔这太太足感动的，因为我一当经济无好的时阵，虽然你毋是资助我真足庞大的金额，但这小动作就互我感觉足感动的。真正是咱的现实。是啊。你是一个温柔的贤妻，为我耗尽青春换一个家，为阮无眠无离无半句话。你讲浮像浮水，你无后悔。你是一个善良的贤妻。为着囝儿前途放弃美丽，为因出早入暗，你拍风吹，为着咱一个家，你无怨无悔。你是我的心肝宝贝，三生有幸甲你做伙，对你讲过山盟海誓，无论偌多轮回，嘛爱兑现。你是我的心肝。
的献切，为着囝儿前途风起美丽，为因出早日暗日拍风吹，为着咱一个家，你无怨无悔。做伙，对你讲过，三生海誓，无论偌多轮回，嘛爱兑现。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感谢有你付出一切。今生的日子有我来陪，你是我的心肝宝贝，三生有幸甲你做伙，对你讲过山盟海誓。偌多轮回，嘛爱兑现。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感谢有你付出一切。你的委屈我拢体会，今生的日子。若是有一天，你若讲有法度重新选择的时阵，你敢会想讲我要搁再开一摆遐尼大间的饼店？无可能啊！哦，无可能啊！但是，伫开店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以我人生来讲，应该是袂阁有第二摆啊。就是讲可能领域伫这个网络这块，哦，像我即摆做直播，小有成绩，但是我无求讲会当。大发利市啊！但是就是讲生活至少，则人讲的讲则开一次啊，则开一次啊，生活会得过啊。暗来切去，嘿，暗来切去。较早迄当阵，你有听爸爸的话，将一寡债务慢慢收煞掉。是。爸仔囝互相的关系，包含讲兄弟姊妹，原来有较温和，原来有较快服。这条若是有一天真正咧唱老大人的过程，到甲爸爸较年老的时阵。讲起来，对伊是一种足重要陪伴的力量，陪伴的歌声，对无？其实到我这几年知名度有搁较悬的时阵，比较遗憾的吼，就是讲我的爸爸伫今年度去予过往去啊，所以讲比较遗憾就是讲无啥陪伴到因过来就是看到我的迄个囡仔甲阿公。迄当阵当地这个亲子的活动的时阵我坦白讲，我在背后我流下很多眼泪，因为做囝我都陪老爸，看到咱的孙啊，咱的囝，就是伊的孙，甲伊在活动的时阵，我就感觉讲，我足希望讲，爸爸会当活较久的，会当健康较久。对，互我的囡仔甲伊会当陪伴搁较久的。但是真的很遗憾，你爸爸伫无偌久过往的时阵，连我的囡仔
一直以来，虽然大2、3岁、3、4岁，他们的记忆已经都很深刻，定定就是咧叫阿公、阿公、阿公。我属地我时常就是很多人应该看不到我真正那个情绪抒发的时阵，其实我属地我足艰苦的，因为我一直以来拢是和爸爸烦恼，和妈妈烦恼。到最近小有成绩，一直想讲我会当是毋是伫咧大舞台演唱会，还是伫什么领域会当带着爸爸妈妈做伙，安尼会当来参加。结果真的是机会失去了。咱要做生意已经无啥可能啊。对，所以讲对爸爸足亏欠，对家人我嘛感觉讲很亏欠，在爸爸的部分我已经失去了。所以伫阮妈妈的这个部分，我希望讲会当伫个妈妈有生之年，可以会当更加会当讲快快乐乐安尼落去养老安尼，可以会当看到囡仔慢慢有成就，心理上甲伊的身体上会当一直维持健康安尼。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唱歌足失望的，真的很失望了。包括我足侪歌迷私底下拢总传讯息也好啦，也是讲伫一寡这个 YouTube 顶面拢会有发言，讲为什么我从你年轻比赛的时候听你的歌声，听你的歌都足够唱，为什么一直无机会看到你大红的感觉？然后一直到安尼留言，到这2、3档，终于有看到。成绩出来了，言论就比较不一样了。咱看到遐个老话，咱家己会赢呢。我坦白说，到今仔为止，阁有一寡足侪节目，伊会互你上节目，伊无一定会互你唱你家己的歌。甚至较初期，我知影讲有人爱你上节目，嘛是爱你模仿，嘛是想讲你去做一寡甜笑的。对。咱心内是有目标、有理想的人，有当阵做得足无奈呢。当然啦，迄当阵。搁爱我穿一寡譬如讲，我模仿陈雷大哥，爱穿陈雷服，我这大只着也无成，嘛是爱勉强爱去，去做一套这个人讲的那类似做风光的迄种衫裤。但是迄当阵咱若是想讲，反正我就是先，互观众朋友先认识我杨者，先互因熟悉我，慢慢才来。对唱片方面，互因重新熟悉我的新的这个声音。因为过去已经听到我模仿陈雷哥、甲陈立农，甚至叶启田。后来，互因慢慢杨泽即马有出唱片无听看卖啊。慢慢互伊熟悉我的声音了后，伫个进程也未非常有成绩的进程。其实嘛是足侪人讲杨泽模仿久啊。拢无家己的声音，所以讲的歌声无特色。但是到这几年了后，说法不同了。大家讲杨泽，你家己的声音无输你模仿迄个一寡只先辈呢。你应该是用你家己的声音来呈现你一寡只其他的歌，莫去模仿啊。但是反而我甲因安慰，我讲。模仿是伫综艺节目顶面一定爱需要的一个环节，伊嘛是帮助我知名度慢慢会当去一个算讲互知名度提升的一个管道整个过程虽然是辛苦啦，但是嘛算讲慢慢有得到这个成绩啊。是对倒一条歌开始，你感觉讲，我无共款安尼。这几年当中真正有足侪大头家，甚至讲去录一寡节目的制作人，他们真的重新认识杨者是对。若是有一天开始感受到讲，杨者这首歌真正有红，真正有对啊，有足侪一寡这个一寡来宾也好啦拢会去讨论到甚至于有一寡歌手。去录节目的时阵，甚至还有听说别的歌手是
有制作人来指定讲，你敢会当唱杨泽迄首？若是有一天，所以即摆连5个人都在唱呢。对你讲的，伫个几个月前哦，我发现到咱的 YouTube 内面哦，甚至有新闻甲我播出来，哦，是他们先看到的，哦，我是事后才人甲我通知，我才知影，伊讲，杨泽你的迄首若是有一天吼，有一个意大利的女歌手，甲你翻唱英文版啦，哦，唱了嘛足有感情，甚至伊要唱你的歌之前，他还有研究你哦，研究我，讲你是一个农夫歌手。讲我是一个农夫歌手安尼，所以讲伊连我的身世，伊嘛有先去了解过了，才来翻唱这首歌安尼。我听了足感动，因为要有一首歌会当搁互外国人知影，坦白讲是足无简单的。甚至讲我这几年，搁有一寡日本的朋友，算咱台湾人去日本经商嘛，然后伊敲电话甲我讲。杨泽，你这几年是出足侪唱片吗？我讲对啊，一年拢会出一块。哇，我看这几年阮遮的卡拉 OK、KTV 拢总足侪日本人咧唱你的歌呢啊！我惊一个，我讲真诶假？你讲的是台湾人去遐经商常驻伫遐唱我的歌，还是本土的日本人唱我的歌？伊讲是本土的日本人唱我的歌。然后他们才解释说。其实，咱过去嘛会欣赏日本人，像讲吴木、申进一，我们也会去听他们歌，去唱伊的歌。那变成讲，咱即马是有够，互因日本人欣赏咱的歌，有淡薄仔即个感觉安尼。所以讲我感觉讲，一路行落来辛苦，真正是有价值啦。所以讲我到进来一直足珍惜，即个机会。雨冷风寒，我徛伫这，你做你行，无我偷看，无情话遐尼惨，讲你心无伫这，叫我放手着好路，毋免讲啥。将爱情当作旧衫，全部送还我，叫我用一生来等，枉费我将你看作我的生命。原来咱的情，亲像纸雨伞。砍袂掉，三滴泪就破对半。无我偷看，无情话遐尼惨，枉你心无伫这，叫我放手着好路，毋免讲啥。你将爱情当
做旧衫，全部送还我，叫我用一生来等。枉费我将你看做我的生命，原来咱的情，亲像纸雨伞，牵袂掉三滴泪，就破对半。你将爱情当作旧衫，全部送还我，叫我用一生来等。枉费我将你看做我的生命，原来咱的情，亲像纸雨伞，牵袂掉三滴泪，就破对半。咱毋歹的时阵，去熟悉咱的牵手。是，坦白讲，迄当阵你是倒一行，互伊一着，互伊感觉讲，哇，即个人我真欣赏，我愿意甲伊行去未来的路。其实阮太太甲我熟识的时阵，伊根本毋知影我是歌手。哦，我甲伊熟识1个月的微信谈论1个月，有一摆机会我要过迄边做一场演唱会，我才落地，甲伊见第一摆面。阮太太甲我讲安那，伊讲。我看到你的时阵吼，你哪会遮爽啊？我讲是安怎遮爽？7、8月天已经是足大热的时阵，啊，我当阵我较袂晓穿插，我竟然穿豹纹的裤，吼，佮穿足高的西装，啊，佮穿长靴，去到大陆落地的时阵，伊看到我，伊讲伊车开的，本地想要走啊，伊讲。虽然你是歌手，但是你那穿插这样爽啊咧哦！伊讲，哎，当阵我拄啊，搁7、8月天拄啊，刚好山影期拄啊要结束煞无偌久，啊，我拢会落园去挽山影，规个乌蛇蛇啊，迄当去拍甲乌蛇蛇，哦，啊，我也毋捌散过啦，算拢安尼小可肥肥啊，伊讲看起来那稍微有点胖胖的、黑黑的，好像很不干净啊咧。动作我甲他穿迄个算讲哦，安尼毋是像即马讲啊，较无咧拍你安尼遮尔啊，肉较白安尼，啊算长相他会觉得好太粗犷了，哦，啊本地要走啊，伊讲好佳哉是因为你当阵来哦，有约2个朋友做伙来，我是因为无走，是因为你共约2个朋友，我惊讲我若甲你放阮遮吼，对迄2个朋友你会对因真歹势安尼啊，所以讲为了那2个朋友才。真的留下来，因为来的时候，我毋管知2个朋友做伙坐伊的车走嘛，啊，所以讲伊若甲我放阮遮，我就爱对阮2个朋友就歹势。安尼，迄2个算咱的贵人。哎对。哦啊，所以讲迄当阵的安尼了后，慢慢的他就觉得说我是啊是一个伫咧这个生活当中来讲，我是比较不计较的人啦。啊，阮太太拢会讲。你人就是想要善良，哦，但是伊嘛看到我这点戆戆啊做啊善良的这个心，哦，他才哦欣赏我这个个性，啊了后才教我真正哦开始进入这个交往的这个阶段安尼，哦啊所以讲，其实迄当阵阮太太嘛是教我中午嘛是有一寡因为两化因素要来无方便，哦啊。有当啊，伊嘛考虑着讲，若加我一个人来到台湾，啊，无亲无情，有影哩。啊，所以伊一开始嘛是有这个考量，但是到尾啊，哦，就因为经过哦，我的种种，互伊感觉讲，哦，好像我还是蛮能够让他依靠的一个
个性跟有担当嘿，了，就开始讲无咱来行看卖啊，交往看卖啊，然后就带他回老家看爸爸妈妈了，爸爸妈妈嘛算有介意啊。记得我爸爸妈妈的时阵，因为阮丈人丈母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伊甲我的爸爸妈妈拢当作是伊亲生的老爸老母安尼看待。包括到今嘛为止，我的妈妈的整个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阮太太比我较友好啊。因为我真正是查某囡仔较粗心嘛，所以我足感恩阮太太会当帮我去照顾囡仔以外，阁会当照顾妈妈的身体，让我无后顾之忧，甲人跋烂。艺界人生歌坛的拍拼行到这，你敢会想讲哇，我很主席的心情，搁来写几条我歌词，搁来写几条的作品。阮只要有出去演出，至少有每一场的收入的单场收入，但是写歌的老师坦白讲，伫即卖环境之下，已经是歌曲单一次收入而已。因为无卖断的话，唱片公司几乎嘛无法度会当生存落去。因为几乎无啥趁钱的状态。我阁毋是真正讲正班科班出身的啦，所以只能就是玩票性质。若有灵感来，久久啊一首就好，也无要紧。这毋是我的人生的真正的规划。我的人生规划就是甲歌唱好，伫个舞台顶表演好，将来是毋是会当徛起哩更加大的舞台？甚至讲我们的期望会当讲是很难实现。安怎来讲？金曲奖这3年，足济歌手连沾到边都没办法，甚至到阮即嘛是还阁沾不到边。所以讲，我们一直在期待说，是不是能见度高，让一些真正这个金曲奖这方面的一寡评审老师会当知影讲，有杨哲这一位歌手在台语歌坛，是不是慢慢会有机会沾到边缘，甚至入围，我就很高兴了。唱到即马来40几岁啊，咱的期望就是演唱会甲金曲奖的这认定，所以说我也希望说，将来有没有机会能够互足侪人期待讲，是不是咱伫这个奖项方面会当过来争取看有机会无来？相信若是有一天美梦的成真，拼出第一，是欢喜。感谢大哥今日来开讲，我要请杨哲大哥，甲全世界电影明星同款，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为咱印着互阮流传的手艺。好。用杨哲大哥的歌鼓励大哥，嘛鼓励国珍家己。大哥，拼出第一名，继续行，继续拼，一定人生天公伯也袂辜负咱。是，期待你所有的美梦拢会当成真。感谢大哥来开讲。谢谢。心所爱的歌下回搁再来开讲，多谢。